豫园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福佑路168号，始建于明代嘉靖、万历年间，已有450余年的历史，占地30余亩。它与陆香园、日奢园合称为明朝上海3大名园，名列现存的上海5大古典名园之首，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。豫园原来是明代的一座私人园林，原主人潘允端曾任四川布政使，其父潘恩官至督察院左都御史和刑部尚书。潘恩年迈辞官告老还乡，潘允端为了让父亲安享晚年，经过20余年的苦心经营，建成了豫园。在明代中后期被公认为东南名园冠。豫园有着典型的江南园林风貌，体现了明清2代南方园林清幽秀丽、精致玲珑的艺术风格。园内还保存着相当数量的古树名木及明清家具、名人字画、泥塑砖雕、楹联匾额等文物珍品，凝聚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华。豫园之名意为愉悦老亲，颐养天年。潘允端希望父母能在这个园中安享晚年，但遗憾的是，父亲潘恩在园子刚建成的时候便去世了。潘允端时恨中天，因此豫园中实际上成为了潘允端自己的安度晚年居所。任职期间，他屡屡有建园的念头，但都因琐事缠身，无法如愿。待解职还乡后，才开始正式动工建造。豫园山水在布局上相地之机，经营位置参差错落，先抑后扬，中达气韵生动，意境深远，及随游人作，宛自天开的效果，委婉而又贴切地表达了园主的心境。还没找着。好了没？你是用这好包呀？看嘛，下雨。那你买金色的这样。因为你有软化的修饰啊，我们。啊？米银才能对米银，下个米银。没什么看的。别看人家，看我。哎呀，你看我，你看人家溜了一圈，咱往这边吧。你别看人家，你看我，你怎么眼睛那么
还有充电宝呢，包里不还有一个吗？嗯。这要晚上在这就挺吓人的。啊？这顶上都是啥？老干妈脆饼。就他们坐到那儿。走啊，队长，拿酒了，
那谁拿的东西啊？老子拿。回去了。还有20分钟。那你现在中考了吗？哎，希望你知道你们好，就香港，知道吧？弄个香吗？来，老板。这夜景拍不出什么效果。这会闪掉。